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5號。這一期啊，咱們繼續閒聊啊。最近啊，咱們做了很多節目，因為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啊，有很多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在杭州、成都啊，待不下去，找不到工作的，就回到自己的縣城或者回到老家，也是迫不得已啊，提前回家過年，或者是回家躺平，或者是叫妄图躺平。結果啊，說这個現在縣城啊，專門出了有一些這個叫智商稅啊，專門收割這些縣城青年、這些小鎮青年。你比如說啊，這個加盟連鎖，這些所謂的加盟連鎖啊，穿透下去啊，它更像是專門為這些縣城青年、小鎮青年量身定制的啊這種騙局，或者叫智商稅。今天啊，我在這個鳳凰網財經公司研究院啊，他刊登了一篇報道，介紹的就是這種騙局啊。他這個文章的標題叫一場精心策劃的智商稅，收割了多少想暴富的縣城青年。講的就是啊，一個奶茶飲品連鎖店，從它的包裝營銷到最後的加盟，無處不在的啊，就是專門為縣城青年定制的這種智商稅，利用的就是這些縣城青年啊還想暴富的這種心理。先從營銷上面說一說啊，這個鳳凰財經說啊，奶茶界真正的新星，奶茶界真正的新皇，小甜水界的唯一真神，聯動界最高的山和最長的河。你以為這是喜茶或蜜雪冰醇的新頭銜？而不是，網友把這些金光閃閃的稱號慷慨地送給了一個你大概率沒聽過的品牌，叫哪吒仙飲。這個一聽這名字就覺得這個出身不凡啊！正好今年這個有個電影叫哪吒，不是爆火嗎？哪吒2是吧？魔童鬧海，這顯然啊，這波流量一定要蹭。但可別以為網友是在誇他，其實這是全帶着調侃的黑色幽默。要是你剛好在這家店打工，大概率還會被靈魂捕到，說這員工也太精明了，專門挑一個沒活的店往那一坐，刷一天視頻，工資就到手了。就是這個奶茶店啊，沒有客人，沒有業務，員工去往那一坐，一天就在那刷手機。在網友眼中，這家港和蜜雪冰城正面硬剛、中門對狙的品牌 bug 實在太多，就好比那個以前的國美和蘇寧啊，對吧？國美對面必須開個蘇寧，蘇寧對面開個國美，麥當勞對面就是肯德基，肯德基對面就是麥當勞，大概這意思啊。那蜜雪冰城對面那就是哪吒仙飲，人家就要跟他對着幹，說名字上明晃晃蹭哪吒之魔童降世的 IP 流量，仙飲還被網友調侃是借用了電影裡哪吒撒尿給仙人喝的橋段。這很可惜啊，哪吒這個電影我也沒看，這個橋段我也不清楚啊。而哪吒仙飲背後的加盟套路才是真正的糟點富礦。社交平台上找蜜雪冰城的加盟方式被招商忽悠，說成這是蜜雪冰城的子品牌，自帶流量 buff， 腦子一熱簽了合同。什麼意思呢？蜜雪冰城不是名氣大嗎？對吧？連鎖店最多啊，還上市了，有很多人就想加盟蜜雪冰城，結果好不容易找到官網啊，被人截流，被業務員啊是種種原因截流之後就說啊，這個哪吒仙飲是蜜雪冰城的子品牌，條件更好啊，空間更大，保你發財。說結果選址直接踩大坑，要麼人流量少得可憐，要麼周邊全是奶茶卷王，開業後營業額低迷到懷疑人生，一天賣的錢還不夠付房租水電，最後只能含淚關店。哪吒仙飲的門店出現在短視頻裡，評論區沒有好奇，而是齊刷刷的開啟預言家模式。3個月後那就好好告個別吧，這句畢業歌詞被網友用作預言新品牌短命的標配評價，但老板偏不認慫啊，倔強回應每一條調侃，這波直接點燃了網友的反串之魂，一場全網狂歡的反向安利大戲正式上演。各路網友啊說紛紛化身戲精本精，花式吹捧，不帶重樣。滬上阿姨、古敏、茶百道、雪王、瑞幸、霸王茶姬，這些我不愛喝，我就愛整點哪吒仙飲。更絕的是，老板居然還真信了這波彩虹屁，甚至認真回應
感謝喜愛，直接把網友的整活熱潮推向高潮啊。而流傳最廣的梗莫過於晚上口嗨就算了，現實中誰不想來一杯哪吒仙飲？還有在海外的遊子說回家第一件事不是見爸媽，而是要喝哪吒仙飲，也就是網友把這個所謂的哪吒仙飲這個品牌就是惡搞啊，甚至有人編出離奇傳言，哪吒仙飲有腦控小學生的超能力，只要在學校旁開店，就能讓熊孩子們集體對着家長喊爸爸媽媽我要喝哪吒仙飲。如果有老板抱怨撐不下去，網友立馬開啟鼓勵式捧殺，可惜了明天公司團建還說一起去喝哪吒仙飲的，也就是整個的這個口碑已經垮掉了。還有人趕緊暖心鼓勵，千萬別放棄啊，誰剛開始創業就一帆風順的，不都是慢慢做大做強的嗎？甚至有網友開始了畫大餅模式，可口可樂第一年也才賣了25瓶，哪吒仙飲就是10年前的蜜雪冰醇，核心就一個，讓老板堅持下去。这些網友都很壞實際上就是奉勸老板加倉，勸人加倉沒有人在意它是否真的好喝，所有人都在參與一場解構式狂歡。他們用浮誇的文案、反諷的祝福，把它捧成奶茶界頂流，而越是離譜，越容易複製傳播，最終形成玩梗的規模效應。哪吒仙飲就這樣在唇潮中黑紅出圈，也就是說黑紅也是紅黑出圈的那也有流量。關鍵是什麼呢？關鍵是這個熱度起來以後更多黑料被扒了個底朝天，甚至傳出他背後的公司早就注銷了。一看天眼查，傳言可並非空穴來風。一家名叫哪吒仙飲山東飲品集團有限公司的企業，早在2024年12月就悄悄注銷，徹底肉身成灰。而這家公司的母公司竟是一家名叫濟南坤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企業，業務跟飲料食品那是八竿子打不着而現在扛起招商加盟大旗的，摇身一变成了杭州風火輪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果然還是圍繞着這個哪吒這個 IP 做文章風火輪嗎？那不是哪吒的交通工具嗎？哪吒的這個電動車就是風火輪。目前還看不出這家風火輪和前面兩家有什麼明面關係，但他自己也是渾身帶戲說要加盟的品牌，你要做加盟你應該有個官網吧，讓人家好查呀，官網上也留一方式但是這個風火輪它就是沒有官網，不需要官網。天眼查顯示2024年公司社保繳納人數為0，相當於一家幽靈公司，全員空氣上班。更離譜的是它的變臉操作。2025年6月份，原股東浙江鵬展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突然退出，換成個人股東黃漢國100%持股。7月，公司名字也從杭州永匯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改成如今帶點神話味的杭州風火輪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就在這一連串密集變更後不久，這家公司突然高調宣布拿到1000萬元天使輪融資，號稱要全力投入產品研發和全國擴張。但是有好事的博主探訪其杭州總部門店時，卻發現店鋪早已關門大吉。對此這個店長解釋說一天能賣6、7千是商場不讓打招牌才停業。而商場方面回復直接打臉毫不客氣，說他們根本沒有正經做生意，就是拉加盟商來看店的，所以被我們清退了。也就是說他那所謂的總部的門店實際上是一家樣板店，對吧？就跟那個開發商樣板房一樣的，是供人家來參觀的，而且是供加盟商來參觀的。熱鬧的是網友，而加盟商的日子卻是實打實的艱難。11月初，一位加盟商連線博主叫勇哥餐飲創業說求助提升營業額。這位自稱家裡是做外貿的富二代，開口就說自己開店半個月，一天能賣1300。然後老話說得好不怕富二代敗家，就怕富二代創業。大家仔細掂量，細細品一品其中的這個滋味也就是富二代，就王思聰這樣的富二代，對吧？你怎麼敗家也就那樣，但是一旦創業，王思聰不差點被列為什麼失信被執行人嗎？後來還靠他媽靠他爸解圍你說他就是再怎麼花錢買最限量版的這個什麼庫里南，對吧？泡最美的妞，他能花多少錢？天天換女朋友。但是一創業呢就要命炸
乍聽還行，可仔細一問才發現全靠營銷硬撐着。第2杯半價還送刮刮樂，活動一停，營業額瞬間歸零，一天賣不出幾杯，而加盟成本卻高得離譜，對吧？人家賺的就是加盟費啊，加盟費13萬8，設備費3萬多，首批物料6萬多，不算房租裝修，前期投入就要超過20萬。這個加盟店有的還從裝修裡面還賺錢呢，對吧？你自己選址，選完址之後要統一裝修風格，對吧？然後買設備、加盟費。这個富二代啊，最諷刺的是，他本來啊是冲着蜜雪冰城去的，就準備加盟蜜雪冰城，結果蜜雪冰城的官網找不到，電話打不通，最後在社交平台上聯繫上一位招商，對方稱蜜雪加盟難，就是想加盟蜜雪啊很難，但有一個蜜雪子品牌的非常靠譜，有人跑去杭州嘗一下口味，覺得還行，就這麼稀里糊塗的簽了約。說有意思的是啊，當勇哥啊建議他可以起訴追回費用並換個靠譜品牌時，這小伙卻表示不怨別人，不想要錢，氣得這位見識多識廣的閉店仙人在直播間直扇自己。我記得這個勇哥好像是不是專門去收二手這麼廚房設備的，我還轉過他的視頻。這個餐飲業多難啊，而且小伙還放話，越不被看好我越要做好，還要給員工每人贈一輛帕拉梅拉。另一位大姐也遭遇類似套路，聽信與哪吒 IP 深度綁定的話術，前後投入40萬，結果總部選的店為如一座廢棄商場，日營業額只有300-400元。所以這種啊叫低門檻暴富夢，藏着快招公司的鐮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用《紅樓夢》的這句話來形容那些被快招加盟品牌的割韭菜創業者，再貼切不過。滿紙荒唐言，滿合同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啊！按照勇哥直播時的說法，這不過是最常見的快招套餐。很多快招公司啊，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好好做品牌，整套操作就是場精心設計的詐騙劇本。隨便傳個偽品牌，名字蹭熱點，包裝超爆款，既沒有特許經營許可，供應鏈更是東拼西湊，再通過偽造豪華辦公場地、虛假榮譽證書造勢，甚至連招商時展示的試吃樣品都可能是從其他正規品牌購買的道具。最後聯合招商團隊用最後幾個名額、知名品牌、子品牌等話術制造緊迫感，誘導創業者火速交定金。更狠的是，招商方和營銷方早就分家，創業者交的加盟費大多被雙方直接瓜分，壓根沒有投入品牌運營。等開店才發現，物料價格比市場價高2-3倍，選址偏僻的連路人都得繞着走，想維權時所謂的總部要麼失聯，要麼早就注銷公司跑路了。而創業者的認知缺口正好給了騙局可乘之機。這些偽品牌招商時把扶持政策吹得天花亂墜，專業選址老師實地考察，鎖定黃金鋪位，全套裝修設計加手把手技術培訓，全年促銷方案加新媒體營銷指導，成熟的物流體系，原料配送零煩惱。這些話術精準戳中了沒有餐飲經驗的現役青年，就算是行業小白也能輕鬆開店坦賺。你看啊，這不就是為這個縣城青年量身定制的割韭菜工具嗎？可等交了錢才知道，這些誘人承諾全是空頭支票，能兌現的連1/10都沒有。一邊是快招公司的低門檻誘惑，一邊是正規連鎖品牌的高門檻篩選。蜜雪冰城、古茗等頭部品牌加盟費動輒幾十萬，還對加盟商的資金實力、運營能力層層把關，熱門區域更是要排隊等名額。不少被正規品牌拒之門外的創業者看着快招公司零門檻高回報的宣傳，瞬間動了心。他們不知道加盟前要查特許經營資質，不懂辨別宣傳裡的貓膩，輕易就信了低投入高回報美麗謊言，最後淪為快招騙局的待割韭菜。其實新茶飲的風口或許真的還在，但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那些想靠低門檻分一杯羹的人，最先被收割的很可能是自己。我記得有一陣子啊，不是宣傳这个茶飲的叫什麼平替嘛，對吧？有山東還很多地方的這個9塊錢一杯的，還7塊錢一杯的那種茶飲啊，從縣城火起，火到了1線城市，現在好像也沒有什麼動靜了啊。對茶飲這個我這個感
感觸不深啊，因為我也不喜歡喝這些高糖分的飲料啊，也不適合我。我以前啊，在北京的時候啊，經常看到那個很多什麼亂七八糟的炸雞排或者什麼其他的店啊，門口排了很多人。最早的時候，我總覺得啊，這玩意兒這麼好吃嗎？為什麼那麼多人排隊呢？合着排半小時就為了買一份這個炸雞排或者什麼其他的東西。但是後來我逐漸發現了，這些排隊的人呢，都是被請來的，都是花錢雇來的。他們不僅在這個炸雞排前面排隊，開個奶茶店，他們在奶茶店前面排隊，制造焦慮啊，就感覺這玩意特別好多人喝，特流行。你要不喝，你已經被淘汰了，趕不上趟了。沒有焦慮，制造焦慮，對吧？讓你趕緊去買。當然，這些不光是啊做小生意的，賣個茶飲的，就連賣汽車的也這麼幹，賣房子的，賣房有房託，對吧？你去買房的時候，他就請了好多演員在那兒，搞得那房子好像特別熱銷，你再不下手没有了，你現在下手都有點晚了，趕緊還得求求他，对吧？找找門路。實際上他房子大把大把在那賣不掉，制造焦慮啊，還買某些品牌，對吧？汽車也是粗糧，1小時，對吧？幾十萬輛沒了，制造焦慮。他們在賣之前啊，就已經搞了好多群，開始宣發，開始預熱。你如果感興趣啊，你被邀請進那些什麼車友群，還是或者其他的群，那個整個群裡面恐怕就你一個人是對那車感興趣的，剩下全是托，在這裡烘托氣氛的。實際上這些騙術啊，並不高明啊，無非就是利用了很多這個年輕人呢，當下找不到工作，但是呢，他又想走捷徑，又想對吧，加盟一個什麼品牌，躺在那兒賺錢，一夜暴富，或者實現財務自由。退而求其次啊，還有人加盟一個，哎，總覺得比自己上班強，對吧？當老闆雖然一個月賺的不一定很多，但是自由啊，也有這樣想的啊。大家可以看個視頻啊。你怎麼可能賺得到錢呢？不虧都不錯了，天天都虧錢。我現在早上到現在一單都沒有，店裡也沒有，外賣也沒有，我就天天守在這裡，就像守活寡一樣的。葉女士形容的不一定恰當，但她說這就是水果店目前的現狀。之前她刷短視頻的時候，看到吉小果品牌在招加盟商，零經驗的人都可以去開這個水果店，想着我小孩子在這裡上學，我想着嘛邊帶孩子賺點生活費，但是沒想到他把我帶到坑裡面去了，別說是生活費了，連渣子都沒有了。6月13號，葉女士跟上海吉小果實業有限公司簽訂了特許經營合同，授權葉女士在紹興諸暨開設吉小果品牌加盟店，加盟費8萬8。還有呢？還有就是貨架4萬3。他還提供哪些服務呢？提供第一，幫我選址；第二，他就是說，那些圖片發給我，叫我怎麼做。第三步，他說到店裡，扶持，到店裡指導我。最後一步就是鋪個貨，待了1-2天，開業他就走了。葉女士說，公司派人把店選在了諸暨永新廣場，7月26號開張，店面不大，現在有些貨架都空了。房租嘛5000塊錢，電費2000，還有人工費6000，這些是明擺着的。其他的呢，還有水果損耗的呢，你看1萬多，這個是很好虧的呢。那我開起來，他說叫我賺錢，那我第一個月就虧了1萬多了，這第二個月呢，你接下去不天天虧。葉女士想及時止損，終止合作。合理的，你總得給我退點吧，你渣總得留點給我吧。你現在就是我說白了，一點渣都沒有了。我20幾萬投在這裡，我一找招商部的，我一找他就說姐姐我生病，我在醫院。那我說我一找你怎麼就老生病呢？10次沒有9次多有，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他說我確實在醫院，要麼就不接。現場，葉女士給招商部的工作人員打去微信語音電話，無人應答。葉女士又聯繫了吉小果的客服電話。我現在就是要求要退費，你這個事情怎麼處理啊？我這裡是客服呀，我幫你記錄啊，然後轉接啊。轉接？那你現在轉接能轉接嗎？現在可以？我只是幫你轉到他們部門，抄送到他們部門，他們會有人跟你聯繫的。記者通過葉女士的微信給招商部的工作人員留了聯繫方式。當天下午，吉小果的負責人王總聯繫了記者。如果說我的意願就是想退，原則就是因為我不賺錢，那本來他投資也有一定的風險。我們能做的是什麼？第一，我們不能違背這個合同，因為我們是一家企業，我們這個企業不单單為這個他負責，我們要為更多的門店負責，我們要為社會負責，也要為我們的員工負責呀。他做一做，他說他退了，那我們還有其他的客戶呢，那人家也不想做，那人家也退了，我們這個就生存不下來，我們也沒辦法給自己交代呀。他現在一個月營業額大概多少？當下我這裡看不到，要
後台那裡才可以看到。這個我相信他講的肯定是真話。如果說生意確實很好，他也不會這麼去做，可能生意確實是有虧損的情況。王總表示，葉女士退費的訴求公司無法滿足，但他願意親自去葉女士店裡指導。我們尊重每一位客戶，每一位加盟商。如果说他也有意願，那公司也我們都可以派老師，哪怕我自己過去，我到那門店實地做調研、做了解，看看怎麼樣去做一些優化，怎麼做一些改善，能夠把生意做起來，這個才是第一要務。王總說，公司積極保持溝通，也會跟葉女士再協商。188黃金眼記者邵星報道。這是188黃金眼報道的，紹興諸暨的葉女士加盟一家水果店，一個月開下來天天虧錢，她自己形容像守活寡。這個品牌方王總表示，葉女士退費的訴求公司無法滿足，但她願意親自去葉女士店裡指導。指導有什麼用啊？對吧？這些所謂的加盟品牌賺的就是你的加盟費，蒙一個是一個。2021年9月份恆大暴雷以後是吧？我天天做節目，苦口婆心啊，對吧？天天勸，可以騙你的人，不能騙你的錢。中產返貧3件套，對吧？第一個就是創業，創業裡面最容易上當的就是加盟，什麼火鍋店、什麼飲品店、什麼水果店，因為這些看起來特別容易，特別簡單，你只要準備錢就行了，剩下的人家全給你包了，然後你就坐在那數錢就行了，特別符合那些剛被裁掉的碼農，對吧？這個人生正在走上坡路的這些白領，突然遭到失業這個打擊一時緩不過來，被裁掉了嗎？再找工作找個半年找不到，他也不願意送外賣，所以幻想着自己當老闆，躺在那賺錢也挺好啊，所以把那個裁員補償金拿出來加盟這種水果店、飲品店、火鍋店，最後賠得乾乾淨淨的，然後再去送外賣，這就是返貧啊。同樣是這個什麼勇哥我看他說的，他說有一個單身寶媽為了證明自己，從親戚家借了15萬，從閨蜜那兒借了5萬，這就是20萬這他不是自己的錢，他是借錢創業加盟一個不知名貴州酸湯火鍋，類似山西的，貴州的酸湯火鍋我吃過還是可以的。說開業前去總部看了直營店，生意很好，幻想自己一天能賺2萬，10萬加盟費一交，選址的人說包紅包給商場老總，他面都沒見一下1萬5現金進去，然後拿了個商場裡犄角旮旯位置，我就不知道這個女的到底對現在經濟形勢有沒有一點了解商場招商都是求着你去，你居然還給商場的經理包紅包，明顯是被人坑了嘛，對吧？帶店的說你小白，我先來教你運營，一天400，幹了1個月。裝修的說以前裝修不能用，砸掉重來20萬，現在一天賣不到2桌，自己連毛利率成本都不會算，說自己數學從小就不好，工資房租現在都靠網貸信用卡頂。然後也是請教这個勇哥有沒有什麼辦法改善。這個勇哥去轉了一圈，當場給出建議，立即關店止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60萬已經扔進去了，你讓他關店，關店就是60萬打水漂，你說怎麼辦？只能不停的加倉。為什麼呢？你火鍋不行這時候來了一個自媒體運營的跑來了，教他做自媒體8000塊，教他幾天，你看你能拒絕嗎？這像救命稻草一樣的，什麼招都得試試好，過幾天再來一個說你這個堂食不行，這客流少沒人，咱們搞外賣，對吧？我教你怎麼運營外賣，你在這個美團、京東，對吧？怎麼上線，怎麼樣去運營，再來個1萬塊。總之只要你對這個店，對你這60萬扔進去還有想法，還想把它搬回來，你就不停的上當。這就跟那個地保老人是一樣的大量的投入，對吧？在烏克蘭戰場，你讓他現在停火，你讓他撤軍，怎麼可能呢？就不停的加倉，一直到傾家蕩產，實在加不動了，把親戚七大姑八大姨的錢都借完，把所有的銀行卡全部透支，信用卡全部透支，直到玩不下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創業。普通人翻身的最大的機會是什麼？一個普通人想翻身，不是靠中彩票，不是靠走路天上掉下來一捆錢砸你腦袋上，也不是在那兒熬資歷，而是認知覺醒。不是錢讓人變得富有，而是認知先讓人富起來。錢會花完，認知永遠花不完。錢
錢給別人你就少了，認知給別人，對吧？你並沒有少，認知可以複製。所以啊，這個年輕人，對吧？失業的人，縣城青年要想翻身，不要老想着投機取巧，老想着加盟一個什麼東西，老想着拿錢一買一賣就能改變命運，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認知，只有認知，對吧？才能改變你的命運，提升你的層次啊，改善你的這個眼界，杜絕一切什麼創業。當然了，你說你有獨特資源，這個資源是別人沒有的，你有護城河，那你或許可以試一試，對吧？否則的話啊，一定要先問問自己有什麼優勢，你的特長是什麼，對吧？你在哪方面是別人趕不上的，或者就是普通人啊，也不是說所有人趕不上，你比一般人強得多。不要说普通人開店啊，那些明星開店的不是開一個黄一個嗎？現在這個經濟形勢啊，有很多人面臨失業，面臨找不到工作，這個時候要做的是冷靜，對吧？是要放鬆，是要全面審慎的啊評估一下自己，而不是要盲動，不要追求什麼絕地反擊，不要什麼談論什麼啊東山再起，對吧？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實際上你已經是韭菜了，你就準備被別人割吧，無數的鐮刀啊都在等着你，準備收割你。我們每個人啊都要牢牢記住，我們的優勢就是一天8小時，我們的優勢就是身體，就拿這個換錢，不要老想着钱生錢的事情，這個已經啊是你上当的第一步。所以第一個要認識到啊，我們要排斥啊拿錢去生錢，所有给你提倡啊，给你灌輸說拿錢能賺錢的，那10有8九啊是對你的錢感興趣。所以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我們只能拿每天的8小時拿身體去換錢，但是我們還要知道啊，你的那8小時，你那身體值多少錢，這個要有一個清醒認識。如果超過了這個錢，說明人家還真想騙你，把你帶到緬北，帶到柬埔寨。所以我們有很多年輕人啊，很多这個也不光是年輕人，還有中年人失業，本來就是身處困境，對吧？身陷囹圄啊，比較尷尬。如果這個時候再盲動啊，你恐怕就是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啊，陷入深淵啊，真正的難以自拔。所以我一直說啊，失業其實不是你最慘的時候，失業也不會給你帶來什麼災難，帶來災難的是失業之後的盲動。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